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5章13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5章13节。和合本圣经在第5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以上。现在要请陈世林长老来讲道，题目是教会复兴7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教会复兴7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各位兄弟平安。我们先举起祝福的手来，祝福每一位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说：祝你身体健壮，凡事兴盛，灵魂也一样健壮。来，祝你身体健壮，凡事兴盛，灵魂也一样健壮。感谢主！没有想到我们教会的这个医生们平常看起来很严谨，歌声却是这么的美还有这些医务人员他们的唱的诗歌呢非常的整齐，表示这个医生是一板一眼不马虎的所以我们很高兴我们江南教会有这么好的这个路加团队为主来发光。曾经在香港有一位王牧师呢，他赶着去讲道，他一上计程车就说：“司机，请赶快。”那个司机呢，回头就跟牧师讲了一句话，说：“讲耶稣没？”这是香港人的音了讲耶稣没？这个意思呢是什么？在香港讲耶稣是一种贬义，就是让人家看不起。为什么看不起？因为基督徒或者是说信徒讲的时候头头是道，口沫横飞，可是做出来的时候却有心无力。各位弟兄姐妹，这位牧师自己在反省为什么我们带给香港的百姓是这一种的感觉？因为他自己审视，在生活上没有见证，生活上没有见证，致使香港的百姓对于基督徒只用一句讲耶稣咩这样子来轻视。我们今天要再次的审视，我们在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在我们的背后，人家是轻视我们，还是举起大拇指说不错？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审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定要做好一个基督徒，那么就是等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我们是世上的盐。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我们一起先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兴起教会在各个地方，你也要复兴教会在每一个地区。感谢主的恩典，孩子恳求圣灵今天先来复兴我们迦南教会，让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能够被圣灵来开启心灵，打开心眼，打开心耳，能够聆听圣灵对我们讲的话。圣灵，求你来帮助我们，圣灵，求你来运行在这个教会里面，圣灵啊，求你来医治世上的灵魂，赐下平安喜乐给那些忧郁的人。今天凡是到教会里面来的弟兄姐妹，心灵不平安的，求圣灵赐给他们平安喜乐。身体有疾病的，奉耶稣基督的名，要医治他们的疾病。奉耶稣基督的名，驱逐出你们身上所有的恶者的捆绑。奉耶稣基督的名，也要来赐给你人生一个新的方向，一线的光，
让你看见前面的路。主，我们相信你今天早上要开启我们的眼睛，要看见你圣经里面的奥妙。求主的灵，求圣灵这个时候就充满在这个教会，运行在教会里面，来帮助我们。孩子祈求祷告不配，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以前我已经讲过的教会服务新7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讲过的3讲就是柴米油。我们来复习一下。财就是什么？建立家庭祭坛。有建立家庭祭坛的举手一下，感谢主。那么2006年总会呢，要每一位牧者鼓励每个礼拜呢有一天在每个家庭里面做家庭祭坛。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写家庭祭坛。那么今年已经第10年，快写完了。那么我在下一周的祭坛我都写好了。这个祭坛最主要是讲到民数记的5个奥秘。民数记看过的举手。你知道5个奥秘的举手。没有人知道。保罗在新约里面讲到新约保罗书信里面有7个奥秘，你知道的举手。有7个奥秘。好，放下。那么李平安因为是听过我讲道了，以前在侨爱教会，所以他知道，但是很多信徒都不晓得。那么祭坛里面，我这一次呢有写的民数记，有许多的奥秘在这里面，这就是其中的一个祭坛。那么我已经有交给文成长老，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就带10张来你们可以跟他请他复印。那么我的祭坛呢，今年的祭坛在年底会完成。如果你需要这本祭坛，那么你跟文成长老说一声我会带来给大家。那么第2个是什么呢？是米。米就是我们吃的粮食了，每天要吃灵粮，每天要读圣经的举手。很好，大家都有读圣经大部分的人都有。那么读4章的举手。读4章是做什么？是1年读1次了。那传道人1年要读2次，所以传道最少都读8章。这是新约读2章，旧约读6章。这是传道人必须要做的。我也督促年轻的传道人，2年刚出来2年要读完5次圣经。这样子，那传到我今年读完第60次，第60遍的圣经，那么这样就可以运用自如。如果没有读这么多的圣经，没有办法知道圣经的奥秘。那么第3个是油。油是跟圣灵交通，圣灵呢，它有9种的表征，油是最常用的一个表征。圣灵像膏油一样膏抹在我们身上。那我们人得到圣灵膏抹的时候呢，那么有7重的这种膏抹。那第1重就是停在我们身上，人就会说方言。等到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是已经到第3重了。那我们就可以医病赶鬼，非常有能力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时常每天求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经常跟圣灵有交通。那我们每天有祷告2个小时以上的举手。祷告2个小时，那么祷告2个小时，你一定会得到圣灵充满。这是我们经常告诉信徒的。祷告2个小时。好，这个是柴米油。那今天讲到盐。今天所读的经文呢，曾经有信徒问我说，为什么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而不是世上的黄金钻石呢？听起来很奇怪，对不对？好，我们再想一下，因为盐是最普通的日用品，价钱不高，用途却很广。那么盐的作用有哪些呢？盐的作用可以吃，可以食用。煮的东西如果不加盐的话，就没有味道。盐可以卤很多东西，也都很好吃。
第二个盐呢，可以来防腐。食物要放长久，一定要加比较多量的这个盐来腌，是很好吃的哈。日本人对这方面很有研究，中国人也不错哈。那么第三个盐可以用来消毒，贫穷人家家里没有买牙膏，那可以用盐来刷牙哈。我们这个邱医师一定很知道的哈。这个刷牙你没有牙膏没有关系，但你用盐巴来刷牙也是很有意思的哈，可以消毒哈。第四个盐可以治病。小时候呢，扁桃腺发炎了，那这个祖母都会用筷子哈，就点一点点的盐，然后往那个扁桃腺的地方就点一下，哇，这个病就很快的好了。现在医学也告诉我们说，感冒了根本不要去看医生啊。我这样讲不是说叫你们不要去看医生啊，如果不去看医生，医生就没有生意了，对不对？我是说他感冒了，你就用盐水漱口，那么漱到这个口腔的两边，还有喉咙的这个上方，你漱口漱了一天漱口3次，每一次都要30秒哈，那每一次都要5、6口，那你就这个感冒就会很快。所以肝有问题的人不能去吃药，你就用这种方式来治疗你的疾病，这个一般的感冒哈。第五个，在冰雪之地呢，盐放下去，车道就出来了，所以汽车就可以通行。第六个呢，盐放在火炉旁边可以保暖，放在这个远洋渔船的这个冰库里面加盐的话，那个鱼会保鲜，会保冻哦。那么其他的呢，你在高山地区的话，你喝这个盐茶加乳酪，会补充你的力气，不怕高山症。食品专家也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吃天然海盐，里面有14种的矿物质，可以增强你的健康，而且不会有高血压哦。所以你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买这个最近食品专家在写的书都是在讲吃天然海盐哦。那么很多东西会毁坏或是会腐败，但是你听过盐也超生吗？从来没有听说过盐会腐败或变质哈。圣经里面有关盐的经文不多，但是耶稣为什么告诉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我相信很单纯的，就是盐它不会变质，这个很重要。盐是很纯的物质，很容易净化，而且呢，永不会变质的，是一个永不会变质的物品。这是耶稣要求我们基督徒应该具有的特质。因此，在圣经里面讲到盐的时候，都是用它最实际的特质来呈现出来。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教导门徒做世上的盐，就像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是有很特别的意义的。耶稣要基督徒成为世上很普通、很不起眼，却是很有用的东西。盐在用的时候都是怎么样？先牺牲自己，才可以发挥帮助别人的功能。耶稣教导门徒要成为世上的盐，然后才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意思很明白了，你如果不能成为世上盐，绝对不会成为世上光。请你再想一次，再想一下，你如果不能成为世上盐，你绝对不能做世上光。所以耶稣他讲的时候，他有程序的。台湾某一个教会的长老，有一位长老赚了很多钱，他亿万富翁，现在是亿万富翁。他的太太呢，以前是早期去美国学习敬拜赞美的。那你听了就知道，他不是长老教会的啦，早期就去这个学习这个敬拜赞美，非常能干，能够带敬拜赞美。这个长老娘呢，她虽然丈夫是亿万富翁，可是她近期经常带着教会的姐妹们、弟兄们进出大陆最贫穷的地区，在那个地方去带敬拜。除了敬拜，在崇拜的时候带敬拜之外，他还在那种穷乡僻壤的地方呢，帮当地的姐妹们烧饭、煮菜、洗衣服、擦这个他们的家庭的这些用品。人家讲说，长老娘
你不要做这种事情，这个事情让我们来做之后，他说不行，这是我的服事。各位弟兄姐妹，这种服事就好像在德雷莎传里面所讲的，因为他活生生的做盐，就让全世界看见耶稣的真光。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如果没有先成为盐，就无法做光。基督徒是这样，传道人更是这样。如果不先为别人、为信徒牺牲献上自己，就完全失去做光的条件。今天我们在探讨教会复兴7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第4项，也就是最中间的一项，盐是教会复兴最重要的要素。首先，我们从旧约来看圣经对盐的意涵是什么？第一个，盐是立约，也就是不废的，不会被废除的，很洁净的这个盐。利未记第2章13节告诉我们，因为现在素祭上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的你神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所以盐是一种立约的盐。那么民数记第18章19节也是这样讲，就是在献给耶和华的举祭当中都要，这个举祭是祭司永得的份，可是呢，一定要配盐，就是不废的意思。所以在整个的献祭上，无论是素祭，无论是举祭，它都要配上盐，就是表示它是不废的不能够废除的，也就是跟神所立的约。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跟神立的约，上帝是信实的，是圣洁的，他的慈爱永远不变。这跟彼得告诉众信徒所说的：“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百姓。”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是属神的百姓，我们也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所以我们一定要纯洁，像盐一样。那么配上盐，在祭物上燃烧的时候，它会发生白色的烟，燃烧有白烟，使人看起来很圣洁了哈。那么盐是最洁净的晶体，燃烧的时候看起来，哎呀，真是很圣洁的东西献给上帝哈。那么盐让我们记得上帝的信实与圣洁，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必须保持圣洁人非圣洁，不能与上帝亲近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圣洁。第二个，医治的盐，列王记下第2章第19节到21节那边记载，以利沙在耶利哥城的地方呢，发生了那个水吃的会苦，让这个土产呢不能够生长，还没有熟就会掉果子，还有会让人家致死。那么以利沙就说：“你去拿，就叫门徒拿一个新瓶子装盐，然后他就给那个倒在那个水的水池里面，说我治愈了你。”他就医治了这个盐。我们看这个有图的我去以色列的时候就看到这个耶利哥城那个棕榈城也是叫做芳香之城那么在这里耶利沙治愈的泉是这个样子在那边很多的鹅啦，在那边有我们再看第2章这个就是以利沙所治愈的盐。那么留到今天成为那个我们去的时候朝圣必经过的地方所以盐是可以医治的那么第3个盐是福祉的盐。以赛亚书30章24节，以赛亚在叙述一个仰望耶和华的国是蒙福祉的国，国富民安、民生祥和的景象，就是牛羊牛驴必吃家盐的料。那这料是用木铲和叉子扬进的。
这个加盐的用途是补充矿物质，另外呢还可以增强牛驴的体力。我们的家庭里面，如果敬拜上帝、仰望上帝，也会成为有福祉的家庭。那么仰望耶和华的国家，仰望耶和华的家庭，仰望耶和华的人，他家里的动物都蒙福，他的四周围的人都会蒙福。所以盐是福祉的盐。那么在下面一个就会告诉我们，盐是保护的盐，是振奋的盐。以西结16章第4节，在描述以色列刚出来的时候没有人去保护他，那上帝成为他的保护。那么从这一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出生的婴儿要用水洗，要抹盐在他们的身上。抹盐的用意就是保护婴儿的身体，使婴儿兴奋，这是犹太人的习惯，犹太人的做法。以上我们可以看到旧约中盐的功用和表征。那么在新约里面呢，耶稣告诉我们的盐的作用却是不太一样的哈。那么耶稣告诉我们，盐是可以防腐的哈，是防腐的盐。盐可以保留物品放较长的时间哈，连那个烧的香配的香料的时候都要加盐。在出埃及记30章34节到35节，那么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拿这几种的香料1、2、3，那么分量都要一样，混在一起。最后呢还要加上盐那么加上盐作为什么香之做香之法，还有做成清洁圣洁的香。所以加盐之后就成为清洁圣洁的香，这是在旧约里面有讲到的。那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当我们有盐的功能的时候，我们就成为馨香的佛祭。那么盐除了不废的盐约之外，它的作用就是防腐，连香料都要防腐就加上去就要防腐。那盐在保鲜方面是我们防腐方面是我们所熟知的。基督徒要做世上盐，就是要在各处防止败坏的功能，匡正不良的风气，阻止罪恶的发生。大概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台大有3个基督徒再加上一个清大的学生，那时候清大还在台北他们在宿舍里面，他们租了一个那个专门都是租学生的宿舍。台大这3位学生呢，他们每天都非常的用心在查考圣经。当他们在这个宿舍当中的时候，旁边有人在打牌有人在这个嬉戏，他们都会出来劝勉这个大学中呢，打牌很盛行，基督徒呢也是一样的不能够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那么基督徒就像这3个学生一样，出来勉励，邀请他们信耶稣。那在他们的宿舍里面就非常的每一个同学都听他们的劝勉，就非常的好那这位3位台大的学生后来呢，有的当牧师了那么台北真理堂后来都成为台北真理堂的牧师，有的这个有一个好像是传承另外有的去美国成为美国太空总署的这个在甘乃迪总统时代呢发射到月球去的那个太空船，就是由中国人，就是台湾人他发号施令了，他就打电话给甘乃迪总统说：“总统，一切都准备好了，都计算好了，请你按钮。”这个就是台湾人了美国太空总署的，就是这几个学生。各位弟兄姐妹，当盐不仅它可以防止别人去做不好的事情，连他们自己都成为神所重用的人，这是非常受祝福的。所以盐能够匡正不良风气，阻止罪恶的发生。那么最后一个呢，盐最大的功能就是调和
使任何东西吃起来都非常可口。那么这个调和，也就是马可福音第9章50节所说的，我们一起来念来：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另外，哥罗西书第4章第6节，保罗也勉励信徒，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么回答个人。好，那么圣经里面最后在讲到盐的时候，都讲到和睦的问题。为什么和睦是很重要？因为在教会里面常常发生不和睦的事情。耶稣要他的门徒要和人和睦，耶稣的门徒也不太和睦，你知道吗？他们经常有相争的哦。你看，连耶稣快要被钉十字架，他们还在那边相争，在那边争。所以耶稣劝他们要和睦。基督徒呢，要与人和睦，才能够与神和睦。如果不先与人和睦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与神和睦了哈。所以保罗劝哥罗西的信徒说：你们要和睦，讲话呢要带着和气。那么和睦与否呢，关乎家庭、教会、国家的兴衰。正所谓的家和万事兴。我在17、18岁的时候，我是在高雄市的新兴长老教会在那边聚会的。那么新兴长老教会它会复兴，那时候高雄最复兴的教会就是新兴长老教会，是因为他们几个长老非常的和睦，让整个教会有新的气象。这个长老们和睦，还有牧师跟长老也都很和睦，这是教会复兴的一个迹象。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够讲话，好像用盐调和一样哦。另外呢，我在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是我们总会事务所隔壁的中华基督长老教会，那是很久以前他们从大陆来台湾，就在那边聚会。那个牧师呢，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他说以前教会吵吵闹闹，所以呢，十几年来了，那个教会现在都200、300人，不会增长。可是后来呢，教会的这些长老们跟牧师都非常的和睦。教会的和睦到现在呢，显示一个丰收的一个成果。他们现在的教会是2300多人，37年而已哦。我们已经50年，过了50周年庆了哦。还有他们有37年，已经增长到2300多人。各位弟兄姐妹，这个让我们成为一个镜子，可以看到和睦是使教会增长，和睦能够兴旺福音，和睦是盐的见证。那么世上盐的特色是什么？马太福音第5章13节，耶稣为什么要我们做世上盐呢？这和耶稣所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舍己听起来比较刺激啦哦。其实台语的圣经翻得很好，他说要看无家己啊，看没有自己哦。那么看没有自己就是什么？自己不是第一，上帝第一，别人第一，别人优先，上帝最先，别人也优先，这是看无自己。因为盐的特色是在它消失不见的时候，才会发挥最大的效果。如果还看得见盐，它的功能就还没有完全发挥，对不对？煮汤、煮菜都一样。如果你还看得见盐的话，它的功能都还没有完全发挥。香港归主协会有一些的同工在菲律宾的三冕市，由一位姐妹带领，大家同心合意建立神的教会。当地的信徒大多是很贫穷的，城市里面、三冕市里面，天主教的势力相当稳固。他们的山上有回教徒这些叛军，整年在那边扰乱。
3不5时就有那个机枪扫射来威胁山下的百姓。可是那位姐妹来到这个地方之后，让我们看到一个真理，就是在困境当中，做盐比做光有效，做盐比做光有效。那么她呢，冒着生命危险，经常在这个，因为有百姓还是住在这个半山腰啊，她就冒着生命危险，把东西送到贫穷的家庭去。有时候还帮着半山腰的百姓们去耕种，去除草。有人生病了，他就跑上去，把这位有病的人就背下来，到他的医院里面去那边治病。各位弟兄姐妹，这都是冒着生命危险的，那么让大家看了就非常的感动。所以这个教会呢就一直扩大，一直扩增。那么到现在呢，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医疗中心，还办了学校来帮助当地的百姓。我们看到这位姐妹所带领的这个团队，真的是为主牺牲，为主奉献。当盐发挥到最大效果的时候，盐消失了，让人只看见耶稣。盐是不会失去味道的。那么有一种盐呢，叫做盐，就是石头里面它有盐分，它有大量的盐分，那么那个才会失去味道。可是犹太地、巴勒斯坦地呢，并没有盐源呢，并没有盐源。那么耶稣为什么说盐若失了味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去过以色列，你就会看到死海旁边或是这个海边会看到堆积如山的那个盐，白色的那个都是盐，那是现代的制盐的一个方式，全部都是用机器的可是古代呢，它没有精致的过程。但是人们呢，去海边或去死海旁边呢，他就把那个在沙滩上面已经结晶、稍微结晶比较浓的这个盐的结晶，跟沙粒一起挖起来，然后放到一个布袋里面，把它绑起来，然后就很便宜的价钱就可以卖给每一个人家。那么主妇们买了这一袋盐之后呢，就拿回去煮菜的时候呢，就把那个盐呢，就是放在那个汤里面呢，浸泡一下，让它有咸味就好了。然后如果要加这个盐水的时候，他们把这一袋盐呢，先放在这个碗里面的水，让它融化一下，然后把这个盐水拿出来用。所以他们的盐是这样子的。可是一阵子之后呢，盐全部都溶掉了，剩下沙，里面剩下沙。所以耶稣讲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形，如果没有用盐若失了味，就是只剩下沙的时候呢，就没有用，就把这些沙就倒掉，倒在路边，让人家践踏那么这一段的圣经有很多的不了解，可是我现在一讲，大概你们都了解耶稣讲的意思是这个样子基督徒呢，若没有发挥盐的功效，不但被世人唾弃践踏，连教会主耶稣的名都被践踏。香港有一些的达官贵人，他们信耶稣，真的是不少每年在大球场的祷告大会，然后我都会看到他们放下身段，拿着各教会的旗在那边摇旗呐喊，搏上劲头，看来好像是很热心。可是市民想看到的是基督徒市长的清廉、公平、公义。没想到他们一方面宣称自己是基督徒，一方面却在农历年呢到庙里面替全市民拜神明求签，却求得一个下签，被市民足足骂了1年。各位弟兄姐妹，这种的状态让我们知道，
基督徒要非常小心，不是在表演了。当我们都还有表演的心态的时候，就让我们人还看到我们自己。所有的服事一样，敬拜赞美一样，指挥一样，都一样的，信徒都一样的。尤其是站在台前的，我们并不是在表演，我们要融化自己，让别人不看到我们自己，只看见耶稣。这个才是耶稣要我们做的。你们是世上的盐，我们必须发挥盐最高的特色。首先是记得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信实的，是永远不变的神。我们必须圣洁，因为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国度的子民。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要发挥盐的一般影响力，使周围的人能够向善。香港 SARS 的期间，有一位很有钱的执事，香港的执事，他自己到这个比较贫穷的地区去那边扫厕所、清水沟，帮人家把这些的垃圾什么整理得很好，他自己去了。教会有一些的人就说：“执事，这个请人家来做就好了啦，你做这么卑下的工作干什么？”他说：“没有关系啊，我卑下无所谓，但是耶稣的名一定要被高升。”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SARS 的时间是香港人最多来信耶稣的时间。各位弟兄姐妹，因为很多的基督徒在那个时候发挥了盐的功效。这个罗马书的第12章18节，也就是我们今天的金句，那边说，一起来念来：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保罗为什么写给罗马教会这样子的信呢？若是能行，好像很无奈的样子，不错的，因为教会里面很缺少和睦，当时是这个样子，现在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保罗这句话：若是能行，就是你能忍耐下来，你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香港97回归中国之后呢，有一位基督徒官员呢急流勇退，放弃高薪厚职，去一家专门为贫穷者的基督徒医疗机构当总监，年薪1块钱港币。他虽然具有博士学位呢，他也博学多闻，可是很多的机构都请他当董事长，他也是名义上的董事长。当遇到开盛大的会议的时候呢，人家请他上台讲几句话，讲几句勉励，他总是谦恭的推却推让，只愿默默的做事。他的司机吸毒，因为他而戒毒来信耶稣。他受到香港大房地产商的尊敬。有一次在开会，就他们教会的牧师也去了。哇，那个教会牧师看到大房地产商是那次会的主角，看到这一位基督徒都站起来跟他敬礼。牧师说：“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这么尊敬这一位先生呢？”他说：“这是我们见过最配得尊敬的基督徒。”你可见香港的这个官方的贪污不清廉是多么严重。他是这些大房地产商见过最配得尊敬的基督徒。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应该记住的。当人看不到我们，只看见耶稣的时候，我们世上人的身份才算成功。这个时候才会看见耶稣的光反射在我们身上，照到这个世界上来。我愿上帝祝福大家努力成为世上盐，让我们教会能够迅速的复兴。
让神的国度能够迅速的扩展。愿上帝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甚至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牺牲自己，放弃天上的荣华富贵，为我们成为贫穷，为了拯救我们，并不是我们多么好，我们多么有益，不是的，因为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就替我们死了。主，你的爱流传到现在，2000年来，我们虽然相信你，可是我们经常没有好的见证，我们经常没有把主你耶稣你的话听进去，我们经常还是把自我凸显得太厉害，而让人只看见我们，没有看见耶稣。主，求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教会要复兴，每一位的基督徒都要看没有自己，都要默默的成为盐，都要把我们自己融入于众人之中，让大家只看见耶稣。圣灵，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都能够审视我们的生活要如何见证主。圣灵，求你动工在我们身上。圣灵，我们也祈求你来赐给我们力量，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活出基督，活出爱，让你的国度能够因为人看见我们的行为而逐渐的扩张。求主怜悯我们，也求主祝福我们，求圣灵赐给我们力量来帮助我们。感谢主，孩子的祈求祷告不配，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